大體先生早晨，我叫我介紹我自己，我叫蘇比亞蒂寧舍，我今年53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兩個仔，第一仔19歲，第二仔16歲。我試過做嘢喺香港18年，第一合約我做嘢係石硤尾4年，照顧兩個小朋友，第一2歲，第二10歲，煮飯、煮餸、買餸、洗衫、燙衫、同整乾淨屋企。第二合約我做嘢喺馬鞍山4年，睇住 BB 啱啱出世，煮飯、煮餸、買餸、洗衫、燙衫、同整乾淨屋企。第三合約我做嘢喺中環2年，睇住3個小朋友，第一歲半，第二7歲，第三10歲，有2個工人，煮飯、煮餸、買餸、洗衫、燙衫、同整乾淨屋企。第四合約我做嘢喺天水圍4年，睇住老人家86歲，煮飯、煮餸、買餸、洗衫、燙衫、同整乾淨屋企。第五合約我做嘢喺彩虹，睇住 BB 5個月4年，煮飯、煮餸、買餸、洗衫、燙衫、同整乾淨屋企。我一定勤力做嘢，聽話，老實，同唔講大話。我希望太太同先生邀請我。多謝太太，多謝先生，拜拜。